蛋，你凭什么蛋？袂使甲你讲，这答案关系着3万块，我袂使互你知影。请问，什么时阵会用青崩白崩来形容一个代志？青崩白崩。北崩，哦，这我嘛毋捌听过。青崩白青崩北崩哦。青崩白崩。青应该是救急。啊，你讲救急哦？我感觉是救急。救急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青崩北崩，为什么？有当时啊，就是看迄个8点档，嘿，你看啊，你青崩白崩是要创啊？向要走足紧的迄种感一个人觉，向改改哦，这看起来有咧走的，就是跟他起拱的意思。就是伊拢向，感觉足着急的，是足着急的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倒是来？哎呀，低体力，你感觉是哦？恁有答案吗？我感觉伊敢若无共对吼。系啊，我感觉是第我们刚第二啦，我没画因为给啊。刚刚是咧称物件的感觉，哦所以你后白称啊，哪济。哈后，摆你较常看公视的这个连续剧，专家有地位，专家有地位啊，对考来啦，让你当考。对，一定爱看完公司台语来。台语较准。是。较标好准。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嘛是 C。好，赶快你去死。是队长，好，确定哦，英文低体力，确定哦。好紧张，因为我感觉，因为青崩白崩，迄个敢若有要称物件的感觉，所以我感觉制作单位应该会出一个黑白画给，但你就是缭乱。哦。四千啦，这不是1万的啦，哎，不要紧啦，那想要一般拢伫遐，不要紧啦。系啊，所以你无紧啦，个又看卖嘛。嘿，倒一个我感觉是 C。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朋友雄雄来借钱，对唔对？厉害哦！相信家己啦。会使跳舞，会使跳舞啊！来，伊分数我交落去，是恭喜得到4000咯！咱来听老师。看迄台学介绍我者。哦，我朋友的 N，我朋友的 N。咱来听老师啊，来解释。老师，好，青崩白崩就是讲事先无甲你通知吼，啊临时安怎咱讲青崩白崩走来要创啥呢？啊，所以拄则看电视看迄个是正确的啦。正确的。是咩啊？哦。意思就临时临夜意思嘛。对，哦，差不多是迄个意思。老师为什么叫做崩啊？啊，就是敢若像雄雄公公，敢若甲你弄着安尼，哦青崩白崩。崩掉的意思。崩掉啦。谢谢老师。迄个崩唔是称物件的意无，思，甲迄个无关系。无关系，无咱关系。讲凊物件咧崩吼，实际上是对演技来，叫做 pound。啊，本来是重量的一崩偌济，啊，咱因为迄个称重量的物件，咱嘛叫伊做崩啊。啊，所以咱就变做迄个称物件的意思去。